所有嘢走向極端嘅時候，佢都會同時製造出自己嘅對立面。歡迎嚟到蘇菲的世界。嗱，試想像一下，我負責出去挖礦，而你咧負責搞研發，而佢就負責代工。嗱，大家開開心心咁樣自由貿易，每一分錢啊都賺到盡。嗱，呢個就係過去40年全球嘅致富密碼啦。嗱，聽起嚟係咪好完美呢？咁呢個遊戲玩得好好地，點解會被打破呢？一旦某個環節斷裂，原本互相成就嘅自由貿易就會瞬間變成互相綁架嘅系統性風險。係咪好想食飯啊？當你突然間發現你個國家入面嘅飯碗、能源，甚至一粒嘅芯片，都係需要睇人哋面色嗰時候，呢場嘅繁榮嘅美夢就會變成噩夢。正所謂物極必反。今日你哋睇完呢段片，就會知道一，究竟世界幾時開始極度地合作，進行一個自由貿易模式呢？第二，世界各國嚟講咧，幾時開始由相親相愛一步步行到去變成互相傷害、各有各做嘅保護主義？第三，喺呢個新循環入面，帶俾我哋未來幾十年嘅乜嘢啟示呢？要講世界幾時開始自由貿易，就要由1970年代開始講起啦。Right now, everything you buy costs more. Not just food, not just fuel, but most things. 嗱，當時英國咧患咗嚴重嘅英國病啊，高通脹、罷工不斷，而隔離嘅美國咧都深受石油危機啦同埋滯脹嘅困擾。嗱，舊嘅大政府模式咧已經行到去盡頭啦。嗱，於是乎咧，1979年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喺英國上台，1980年列根咧亦都入主白宮。嗱，呢兩個人一夾計，哇，一拍即合啊！聯手開啟咗呢一個著名嘅新自由主義嘅時代，大規模嘅減稅啦、私有化啦、去監管。嗱，各國咧亦都大開山門，推動全球化。嗱，呢度要注意啊！呢一套嘅操作簡直就好似開咗掛一樣啊！成功創造咗之後全球化嘅黃金40年啦。但係凡事都有代價㗎。新自由主義咧帶來長期嘅繁榮，但係同時間咧亦都靜雞咁放咗隻魔鬼出嚟㗎。呢個就係個個嘅脆弱感同埋安全焦慮。你試諗下，全球化將大家深度綁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關鍵嘅供應鏈啦，好似資源啦、芯片呢啲，全部通通都係互相依賴㗎。If one country did try to move towards the whole supply chain internally, it would b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and I think you would see a decline in innovation. No one company, no one country can do it. 平日大家高興相安無事一齊賺錢，當然好開心啦。但係一旦政治好緊張嘅出現嘅時候啦，咁每個國家就突然間扎醒咗啦，死啦！我條頸俾人鏈住咗啊！嗱，呢一種不安就成為全世界互相撕裂嘅導火線。每個國家開始喺度諗啦，唔得，我自己要做翻成條產業鏈。Made in America, it's not just a slogan, it's a way of life. 中華民族是不畏強暴、自立自強的偉大民族。於是極致嘅分工慢慢就變成保護主義。其實呢樣嘢咧唔係未試過㗎。其實早喺70年代嗰時候咧，伊朗曾經咧就係由極端嘅開放走向極端嘅保護。我哋將時間向前再推一啲啊！嗱，睇睇70年代嘅中東，當其時伊朗嘅巴列維國王咧係華盛頓共識嘅忠實 fans， 全力咁樣擁抱西方嘅極端自由貿易。嗱，佢推行咗一場轟轟烈烈嘅白色革命，亦即係由上而下唔流血嘅現代化啦、市場化嘅改革。嗱，呢一個犀利啦！當時嘅德黑蘭咧喺一瞬之間咧紙醉金迷，頂級嘅跑車哇滿街都係，高樓大廈咧衝天而起。嗱，西化嘅夜總會咧通宵達旦。去到1976年嘅時候咧，伊朗嘅實質 GDP 嘅增長率啊已經去到超過18%。嗱，西方嘅經濟學家啦、媒體啦興奮到癲咗啊！佢哋當其時紛紛咁樣預言啊，呢個就係妥妥嘅下一個世界第5大工業強國。但如果你當其時喺辦公室睇住呢一啲嘅貿易數據，睇住呢一啲嘅儀表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哇？呢個簡直就係自由貿易嘅奇蹟啊！有錢唔賺仲得了嘅，梗係嗱臨 all in 啦！嗱，但係呢一個咧，亦都係正係極端自由貿易最危險嘅地方。嗰時嘅伊朗咧，成個國家咧綁定咗喺一個唯一嘅護城河上面，就係石油出口啦。所以嗰時候咧，石油嘅收入啦，佔咗成個國家嘅收入80%以上㗎。而收入啦係極度依賴國際市場。
同一時間啦，喺自由貿易嘅競爭優勢下面，絕大部分嘅機械設備啊、軍工甚至糧食啦都要依賴入口。嗱，表面上啊，自由貿易帶來俾佢無數嘅財富，但係底層邏輯上面，佢係一個極度脆弱嘅結構。結果好景不長，過多2年啦，全球石油只係稍稍降溫啦，伊朗經濟立刻就露底啦。發展得太快，國內人才基建根本跟唔到，加上不停咁印錢浪費喺啲大白象工程入面啦，引發惡性通脹。而呢一個時間，底層嘅農民已經出現大量嘅破產，貧富懸殊極度拉遠啦。無數嘅難民湧入咗城市，變成貧民窟。嗱，嗰時候嚟講啦，國王仍然係強行推出呢個西化嘅政策，徹底擊落咗一啲傳統嘅力量。結果呢，一個好似睇落去俾自由貿易加持、金碧輝煌嘅王朝，係短短幾個禮拜入面出現個系統性崩潰。最後，國王選擇走佬，而嗰時候嘅精神領袖阿霍梅利啦，即刻翻嚟建立一個政權。而呢個政權即刻從一個極端走去另外一個極端，就係出現一個極度封閉同埋保護嘅一個政治環境。你睇下呢個就係物極必反嘅經典案例。極端自由貿易帶來財富嘅同時啦，一旦忽略咗依賴同埋分配呢個問題，只要外部稍稍一個衝擊啊，一個浪冚埋嚟啦，成個系統即刻好似雪崩一樣崩潰散架。好，時光機咧翻嚟而家啦。今時今日全球嘅政經格局咧已經進入咗呢一個大國不安感無限放大嘅全新循環啦。以前全球化咧係大家一齊賺，而家大國之間嘅遊戲規則已經變成咗一場互害型嘅經濟學囚犯的困境 （Prisoner's Dilemma）。嗱，大家咧都喺度問，面對住呢一種嘅不安，大國接住落嚟會點樣做呢？而佢嘅對手 counterparty 又會係點樣去還擊呢？嗱，我哋嚟睇翻下而家嘅美國啊，美國而家係進行緊一個新生自由主義。嗱，講白咗就喺度複製緊當年咧列根嘅軌跡，極致咁樣去放水咧谷經濟啦，大幅咁樣去減稅。So 1 for 10。而且仲搞咗個歷史性嘅10-1呢個政策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要有一個新嘅政策推出嚟嘅話，首先就要廢除10個舊嘅政策先。嗱，呢一個放寬嘅政策咧，試圖咧將全球嘅資金啦、製造業咧強行咁樣崩翻嚟美國本土。但同時間我哋見得到呢一種大國嘅不安感啊！美國係打出咗美國 AI 行動計劃，直接將算力同埋 AI 視為新時代嘅數碼石油啊，同埋呢一啲嘅戰略核武。嗱，美國接住落嚟要做嘅就係強行輸出美國 AI 技術棧，對內佢哋會全面放寬呢一個嘅監管，讓佢瘋狂咁樣去增長。對外嘅話咧，佢哋會實施極其嚴格嘅半導體同埋高階算力嘅出口管制，用高關稅啦、技術嘅圍堵啦，強行咁樣綁定盟友，孤立對手。咁作為美國頭號假想敵嘅中國啦，接係點樣反擊呢？中國嘅還擊策略非常之明確。你有你封，我有我做，凡事留有兩手。一邊咧就係一帶一路製造外循環，連結非洲、拉丁美洲呢啲國家，建立一個資源、經濟、科技嘅衛星網絡，不停咁擴大自己嘅朋友圈。另外一邊咧就保缺自強，一路喺度搞緊內循環，全面加快國產替代啊！喺個資源多元化、半導體、AI 同埋啲戰略關鍵礦產上面嚟講啦，築起自己嘅防火牆。唔俾你喺美國嘅芯片上面綁住我條頸。嗱，我哋睇翻貿易戰呢一個互相傷害啊，美國加徵關稅，中國就立即反制咯。但結果係美國嘅物價上升啦，啲人買嘢就貴咗。喺芯片同埋 AI 嘅封鎖上面啦，美國限制高端嘅技術出口，逼民有選擇站邊啦。結果全球嘅科技供應鏈上面山咁被撕裂成兩邊啦，企業成本爆升。而且研發嚴重受阻，技術一脫歐啊，冇一個國家可以獨嘅。能源、糧食、礦產嘅搶奪啦，稀土、石油、天然氣，各國咧隨時出嚟管制呢一樣嘢。結果就係歐洲嘅工廠停產，部分嘅國家咧缺糧，物價就上升。嗱，你睇下大國嘅呢一種嘅不安，最終導致咗我跌低，你都要跌落深淵嘅玉石俱焚嘅困境。由1979年嘅巴列維王朝崩潰，到而家大國之間嘅 AI 算力軍備競賽，歷史俾我哋最深刻嘅啟示係，安全嘅價已經超越咗效率行先，成為咗呢個時代企業同埋資產配置嘅首要考慮啊！
面對住大國嘅不安，面對住即將到來嘅呢一個嘅變局，我哋係要繼續互相傷害，一齊去沉淪，定抑或係學識克制，走出囚犯的困境呢？作為理性嘅決策者，睇清規律，保持克制，先至能夠喺迷霧之中立於不敗之地。嗱，我哋一齊嚟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防患未然。Let's 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